各位弟兄姊妹，你哋好，好開心能夠喺羅木心語呢個環節同大家去分享下一啲我嘅觀察，我一啲嘅感受。中國社會科學院嘅世界宗教研究所呢，喺舊年即係2010年底呢，就發表咗一個嘅中國基督教嘅入戶嘅問卷調查嘅報告，當中裏邊呢就有好多好嘅觀察。雖然呢個呢係反映最主要嘅呢係公開教會嘅一個嘅研究，但係我覺得都能夠俾我哋睇到中國教會嘅情況嘅。咁第一點呢，我所觀察到呢就係中國嘅教會呢係仍然係增長嘅當中嘅。喺2009年嘅時候呢，全中國嘅基督徒嘅人數呢，約莫有2305萬，咁大概佔咗中國嘅總人口嘅1.8%。咁呢個呢係政府所發布歷嚟最高嘅一個嘅數字。咁就第二呢，我會留意到呢係中國嘅教會佢哋嘅教育嘅程度，有超過87%嘅基督徒呢，佢哋嘅教育嘅程度呢係初中或者以下。咁我會覺得呢，呢一個係幾嚴重影響係中國教會嘅發展嘅，無論係佢哋受裝備嘅情況，又或者傳道人嘅來源呢，都好受到呢一個教育背景嘅影響。咁我大家為呢方面禱告，我哋紀念到係喺內地嘅教會。第三個嘅觀察呢，就係我觀察到中國教會信徒嘅年齡啊，24歲或者以下嘅信徒呢，只係佔咗信徒嘅4%左右到嘅啫。咁而喺35歲到64歲嘅呢一個嘅區別裏邊呢，就佔咗60%嘅。咁所以呢，我哋會睇到呢，其實喺中國嘅教會嘅裏邊呢，年青人係嚴重嘅缺乏嘅。我哋祈禱有多啲年青人，佢哋可以喺而家能夠信主，能夠去壯大喺教會年青人嘅力量。嗱，呢啲年青人呢，唔單止係能夠成為教會好多侍奉嘅人手，並且呢，佢哋都係能夠去讓教會能夠去繼續嘅發展嘅一個好強大嘅動力嚟嘅。大家為呢方面多禱告。喺呢個報告裏邊嘅第4個嘅觀察呢，我覺得係好有意思。佢話俾我哋聽，其實而家嘅中國嘅教會呢，其實仲係一個好屬靈上邊幼嫩嘅教會嚟嘅。點解會咁講呢？因為我留意到呢，裏邊提到75%嘅信徒呢，其實係1993年之後先至信主嘅。咁換句說話講呢，佢哋信主嘅年齡呢，其實係17年嘅啫。咁另外一個嘅數字呢，我覺得更加特別留意嘅就係呢，喺整個基督徒嘅人口嘅裏邊呢，有1/3呢，其實佢哋喺2003到2009年先至信主嘅。換句說話講呢，教會呢差唔多有超過700萬嘅人呢，其實係近呢幾年先至信耶穌嘅。咁我會覺得呢，我哋就能夠解釋得到呢，其實而家喺內地呢，點解會有咁多嘅異端，有咁多嘅信徒佢哋喺生活、喺家庭、喺個人上面呢有嘅問題。我哋需要為到喺內地嘅教會嚟到禱告。喺缺乏傳道人嘅教導、缺乏教會嘅牧養底下裏邊呢，呢啲初生嘅信徒呢，正正係需要我哋有好多嘅去支援佢哋，幫助佢哋，使到佢哋能夠成長嘅。就時間嘅關係，今日同大家先分享到呢個地方，日後同大家再多分享其他嘅我嘅觀察。